我相信自家三回你行到，四個你行到，但搭上下自家為咗得到按飯嘅日子，按腳嘅日子，按手嘅日子，按痛苦嘅日子，按白色嘅日子。嗱，所以自家要謙卑嘅心嚟到上帝嘅面前，因為到呢個詩篇記86第7節，咁樣講自家啲，當自家白色嘅日子，當自家苦中嘅日子，自家嚟禱告給上帝，自家嚟求上帝。佢能夠答應本切家，也就係經節呢時啊，體會嘅經驗。嗱，在呢個師傅所書320節，人用經講到，當自家禱告之時，上帝能夠答應本切家，從自家禱告呢啲律，從自家禱告需要嘅，佢能夠祝福多過自家禱告。多過自家練律嘅，因為到上帝祝福自家冇阿冷嘅，冇細嘅，攏自家上唔到，自家攏唔到，自家聽唔到，佢能夠祝福本自家，因為到上帝錫自家，當自家要真正一條心相信嘅，要條心真正嚟求嘅，佢能夠祝福自家。嗱，第一。你要白色要痛苦要受理，當然嘅提議祝福你，心中你要平安，心中你要平靜，心中你要健康，唔係白色開路本自家，佢嘅統彩帶自家順利嘅得勝，阿門。